对呀，有很多人说有点奇怪，你他常常一祷告，你跪到那儿讲道，有时候聚会的时候，人家敬拜你都跪到那儿。我说这个不是一个习惯，也并不是，这个是我遇见耶稣的时候啊。因为啊，我16岁啊，我的父亲得到癌症，医生说他快要死了。那我妈妈在悬梁自尽的时候，她突然之间听到主对她说：“孩子，不要放弃，回家吧，耶稣爱你。”妈妈听到了这一句话，她突然间想到宣教士离开中国的时候告诉她的一句话语：我们虽然离开了你们，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，耶稣爱你们，我们会为你们祷告，遇到有什么事情就跪下来来求耶稣。所以妈妈就把我哥哥姐姐我们一同叫起来，让我们跪下来奉耶稣的名为爸爸祷告。所以不到1个礼拜，我的父亲就这样得到了医治，他完全的得到了释放。所以啊，以后啊，我们的祷告就是就是看旗杆上的功夫。我常常来讲说，基督徒想要做一个传道人，必须跪下能祷告，起来能讲道，出去能布道，躺下就睡觉，不会失眠。哈利路亚。